生活之中，好多人除咗副黑超之後，人哋先至會認得佢。但係香港有一位導演，偏偏就係佢戴住副黑超先至俾人認得嘅。無論佢喺片場定係出席各類嘅典禮，必定戴住一副黑超。而佢嘅電影鏡頭亦都好似佢嘅黑超一樣神秘而又暗藏玄機。影射喺表面嘅係光怪陸離，滲透喺裏邊嘅就係堅定執着。黑超同鏡頭對佢嚟講係最重要嘅兩種鏡片。喺呢兩種鏡片嘅背後，究竟又有啲咩故事呢？佢係金像獎同金馬獎嘅常客，亦都係國際電影舞台嘅寵兒。佢拍片冇劇本，但係就被奉為藝術片大師。生活中佢黑超不離身，電影中佢用鏡頭剖析人性。電影詩人王家衛正在繼續。電影一代宗師嘅編劇周靜之接受媒體專訪嘅時候，曾經講過一件事。佢係有一次同住王家衛坐火車去東北，成架車廂嘅人冇人認得到王家衛，而佢喺北京嘅大街小巷帶住王家衛逛街買家私，亦都從來冇人認得過王家衛。只有一次，有一個老闆娘望住王家衛睇嚟睇去，你硬係好似一個人咁噃，最後都係認唔到。對於呢個聞名已久、知名度極高嘅香港導演喺公共場合出現，竟然冇人認到，未免有啲奇怪。但係當你仔細諗一諗嘅時候，答案又好簡單，因為佢冇戴黑超啊嘛。講起王家衛，一個黑超男嘅形象就會油然而生啦。1.9米高嘅身高，經常戴住一副黑超，喺各種場合出現，即使接受電視台嘅專訪，佢一樣戴住黑超面對主持人。據講有一次，佢喺接受訪問前15分鐘先至發現唔見咗副黑超，揾勻成個辦公室都揾唔到，冇咗黑超，王家衛就寧願取消訪問。好彩最後由佢助手飛車翻佢屋企，先至可以攞另外一副黑超翻嚟搞翻掂。王家衛點解黑超不離身呢？有人話佢係為咗扮酷，有人話佢係為咗除咗黑超之後咧，就可以同太太仔女出入公共場所都冇人認得到佢。眾說紛紜，事實究竟係點嘅呢？王家衛1958年7月17號喺上海出生，1963年跟隨屋企人移居香港。1981年，王家衛喺香港理工大學畢業之後，考入第一期無線電視編導訓練班。畢業之後就加入 TVB 從事電視製作。王家衛由1982年開始獨立編寫電影劇本。1988年，王家衛電影生涯第一部自編自導嘅《旺角卡門》一上映就引起強烈迴響。王家衛一躍成為香港當時新銳導演之一。隨後，王家衛編劇並且執導咗《阿飛正傳》、《東邪西毒》、《春光乍泄》、《重慶森林》、《花樣年華》等等，都成為享譽海內外嘅經典電影，令佢躋身國際頂級導演嘅行列。王家衛係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最具影響力嘅編劇之一。王家衛從事文字工作，有長期捱夜寫嘢嘅習慣，令到佢眼睛對光線係非常之敏感。於是佢就要經常戴住黑超。但係王家衛嘅黑超仲隱藏住一個浪漫嘅故事。1980年，王家衛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冇揾到稱心嘅工作，無奈之下，只好喺九龍一間牛仔褲專賣店做售貨員，亦都因此邂逅咗佢嘅初戀女友。可惜好景不常，女朋友因為要去英國繼續升學，喺電話度同王家衛提出分手。失戀對王家衛有一定嘅打擊。朋友見佢咁失落，就捉佢去酒吧度散心。喺酒吧嗰度，王家衛話佢嘅愛情嚟得快，又去得快。佢仲講笑咁話：喺呢一刻開始，第一個入嚟酒吧嘅女人，我就會追佢。說時遲那時快，一個戴住黑超嘅女人咧就行緊入嚟啦。王家衛同朋友開始講笑話：呢一個女人咁夜仲戴住個黑超，只有3個理由。第一，佢係盲嘅；第二，佢係扮嘢；第三，佢失戀，唔想俾人睇到佢喊過。啲朋友就好好奇咁問啦：咁你覺得呢個女人屬於邊一種呢？王家衛就答：失戀。其實失戀好平常啫嘛，使乜咁啫？點不知呢個女人聽到啊，佢就一句得過嚟：失戀嘅人應該係你噃。講完就除咗副黑超，
對住佢哋笑一笑添。呢個女人你知唔知係邊個？佢就係後來王家衛嘅太太陳以近。1985年，陳以近同王家衛共諧連理。結婚之前，陳以近呢就特登送咗一副黑超俾丈夫。佢話佢經常捱夜，對眼咧適應唔到日頭嘅光線。我唔想俾人哋睇到我老公疲倦嘅眼睛。從此之後，黑超同王家衛如影隨形。王家衛對黑超執着，對鏡頭都係。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找不着。他一直在懷念着過去的一切。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着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中表現嘅人生百態喺佢嘅鏡頭之下一一呈現。拒絕同被拒絕，從票房毒藥到叫好叫座，獨往獨行，風格強烈，塑造經典。電影詩人王家衛稍後繼續。1990年上映嘅《阿飛正傳》係王家衛執導第2部電影，亦都係備受矚目嘅王家衛風格嘅奠基之作。破碎嘅鏡頭語言、沉默嘅空氣、穿插獨白，牽動情節。因為咁，有啲影評人評論王家衛做電影嘅痕跡太重啦。但係呢種做又有啲唔同嘅嘢喺裏邊喎。呢種嘢咪就係王家衛式嘅自我、自戀同自我封閉咯。而呢啲嘢裏邊咧，亦都同時散發出一種頹廢、憂傷嘅迷人。由《阿飛正傳》開始，獨白一直係王家衛電影嘅核心。獨白可以豐富畫面，可以扭曲畫面，可以令角色自我調許。但係王家衛嘅獨白咧，經常帶住強烈嘅異化或者陌生化嘅效果，令到影片嘅情節碎片化。不過，導演最終都會將影片嘅主題回歸到現實中人嘅情感嘅。比如1994年嘅《東邪西毒》，由王家衛編劇執導，梁朝偉、張國榮、林青霞、張曼玉等等嘅巨星主演嘅《東邪西毒》，票房極其慘淡，並且受到香港輿論一致口誅筆伐。但係呢部令王家衛背上票房毒藥嘅影片呢，仍然不失為經典之作。王家衛喺絕美中展現淒涼。將一種令人無法拒絕又試圖逃避嘅東西，好平靜咁展現出嚟，彌漫喺影片嘅每個細節。《東邪西毒》係新武俠片嘅異類，佢以武俠為主幹，描寫嘅就係現代人嘅情感、迷惘、異化同疏離。佢捨棄咗金庸武俠片忠君復仇、稱霸武林嘅傳統主題，用王家衛式嘅台詞貫穿成套電影，對江湖俠客進行咗全新嘅探討同詮釋。大多數人因為各種理由行走江湖，大多數人亦都因為愛情又經歷不停嘅拒絕同被拒絕。而喺重慶森林裏邊，王家衛又繼續講述拒絕同被拒絕嘅故事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王家衛表現壓抑愛情嘅電影，仲有《墮落天使》。喺呢套電影裏邊，黎明飾演嘅殺手想安定落嚟，但係就俾失戀嘅女角色害死啦。楊采妮飾演嘅角色係失戀重傷之後，搖身變成空姐，又有新男朋友，亦都算係重新開始生活啦。至於金城武飾演嘅啞仔，又失戀又喪父，但係喺電影嘅結尾，佢仍然會話：我從來都冇放棄過任何同人摩擦嘅機會，有陣時仲會搞到頭破血流。理得佢啫，開心咪得咯。
呢股傻氣嘅感情執着，有啲幼稚，但係總比徹底悲觀好啊！後來嘅春光乍泄，更加係將愛情嘅拒絕同被拒絕延伸到同性之間啊！王家衛曾經喺一次採訪裏邊咁話：同性戀嘅愛情同一般異性戀嘅愛情並冇兩樣。王家衛只係借用同性戀嘅另類電影題材嚟敘述情感本身啫。王家衛要嘅只係一對戀人，然後繼續講述佢嘅愛情主題：分離、重聚、再分離，喺平淡中相處，瑣碎嘅故事中反覆，喺痛苦、愉悅同快感中掙扎。正如《春光乍泄》中裏邊一句：不如我哋從頭嚟過啊！王家衛一舉攀上電影事業嘅高峰，憑住呢一套片，佢獲得第50屆康城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不過《春光乍泄》只係小試牛刀啫。3年之後，亦即係2000年，王家衛編劇執導嘅《花樣年華》先後斬獲或者提名5個國家嘅，包括咗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同埋澳大利亞嘅電影界最高獎嘅最佳外語片，係至今歐美影評界綜合評價最高嘅華語電影之一。點解呢？顯然，王家衛風格已經成為一種電影標籤。對王家衛嚟講，佢又有咩拍片嘅習慣呢？拍片冇劇本，創意天馬行空。充分挖掘演員潛力，對電影藝術孜孜以求。電影詩人王家衛稍後繼續。王家衛拍電影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好容易令到啲演員咧摸不着頭腦。其實王家衛喺片場拍片嗰陣根本冇劇本，幾乎諗到咩就拍乜嘢。當然啦，一方面因為王家衛自己就係編劇，腦裏邊已經有晒成個故事嘅雛形啦。另一方面，王家衛作為導演，好願意俾演員最大嘅發揮空間。但係梁朝偉曾經講過，王家衛嘅作品由內至外，全部都係佢個人嘅嘢，無論攝影、美術、演員，全部為佢服務。不過梁朝偉咁話，為佢服務嘅意思並唔係貶義。梁朝偉認為王家衛電影裏邊所有嘅元素都係電影裏邊缺一不可嘅要素，而組合喺個電影裏邊嘅時候咧，每一部分都帶住一個標籤，王家衛製造嘅標籤。據台灣演員張震憶述，佢當年接受王家衛嘅邀請，出演《春光乍泄》嘅一個背包客。初試鏡嘅時候，佢問關於角色嘅問題，王家衛只係播咗一隻 CD 俾佢聽，然後話俾佢聽冇劇本㗎，你只可以根據音樂嘅感覺自由發揮。喺同王家衛合作嘅初期，梁朝偉亦都好難以適應呢位鬼才導演嘅風格。有一次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佢話：我唔知道結局係點，亦都唔係點睇劇本。導演叫我點演，我就點演啦。而王家衛咧就回應：偉仔只要照住我諗嘅嘢去演就得㗎啦。由《阿飛正傳》開始啦，王家衛喺拍片嗰陣就冇劇本，只有一個故事提綱同場景概括，人物角色咧都係喺拍攝嘅過程慢慢塑造起嚟嘅。
但係梁朝偉並唔認為呢個係一種折磨。佢話作為一個演員，呢件係好事。佢用成40萬尺膠片嚟拍，其中30萬尺係俾你拍喎。你話誇唔誇張呢？但係起碼角色會喺變化嘅過程之中慢慢變得立體，而咁樣又會容易過俾一份劇本你要花成個月去拍啊。王家衛善於發掘演員最好嘅一面。張曼玉由於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冇同王家衛合作，一時之間都唔係好習慣，揾唔到感覺，總係向王家衛問呢樣問嗰樣，所以俾王家衛笑佢係問題少女添。《花樣年華》裏邊有一場梁朝偉同張曼玉嘅偷情戲，王家衛要佢哋喊到好厲害，又表現出好好笑嘅樣喎，結果拍咗3日，乜都拍唔到出嚟。鮮明強烈嘅個人風格，王家衛最終企咗喺世界電影舞台之上。作為香港電影新浪潮嘅旗手，佢唔單止喺藝術上邊有成就，超越咗前輩，更加將香港電影帶到咗一個新嘅高度。章子怡話：王家衛係為電影而生，佢係用生命拍電影，好少有導演好似佢咁。喺國內電影產業火速發展嘅環境之下，佢依然對電影嘅追求做得好極致。美國著名影評人查理考利斯將王家衛譽為世界上最浪漫嘅電影詩人。王家衛詩一般嘅電影語言，穩定而單一嘅電影主題，另類大膽嘅鏡頭表達，恰到好處嘅電影配樂，令到佢嘅作品別具一格。王家衛電影成為咗時尚流行嘅符號，亦都被貼上獨斷獨行嘅標籤。同當下內地電影相比，王家衛嘅電影少咗啲浮躁，多咗啲沉寂。佢總可以令觀眾喺欣賞影片嘅同時，喚起內心嘅共鳴同思考。好啦，多謝收看呢一期香港故事，我係麥潤壽，下期再見。你想知道？我们来比大小，赢了我告诉你。
取威虎山喺第17屆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作為閉幕電影播出，監製施南生親自去到現場，更加首次榮獲終身成就獎。喺頒獎禮儀式上，施南生發表致謝詞，佢特別多謝合作多年嘅徐克導演，因為有佢天馬行空嘅創作靈感同對電影製作嘅認真，先至會有咁多優秀嘅電影製作。正如吳宇森係全世界公認嘅暴力美學大師一樣，徐克就係舉世公認嘅武俠片大師。佢嘅《笑傲江湖》系列、黃飛鴻系列，去到近年嘅《龍門飛甲》同《神探狄仁傑》都叫好又叫座。而智取威虎山呢類題材，徐克就話呢個係佢一定要拍嘅電影，因為佢要完成一個承諾。究竟係咩承諾令到徐克念念不忘呢？40年嘅緣分，20年嘅堅守，從電視到電影，只係為咗完結心中一個童真嘅電影夢。情義合拍，徐克正在繼續。早喺上世紀70年代，徐克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曾經去幫華人街坊播電影，無意之中播咗京劇《智取威虎山》。由嗰陣開始，徐克就有一個要將佢改編成電影嘅諗法。上世紀90年代，有一次同謝晉導演食飯，對方邀請佢嚟大陸拍戲，仲問佢如果要拍會拍啲咩啊？徐克即刻就話拍《智取威虎山》。但係直到2008年謝晉過身啦，徐克都係拍唔成。呢件事慢慢喺佢嘅心裏邊形成咗一個負擔，直到2013年，徐克先至兌現到佢嘅承諾。喺徐克嘅鏡頭下，楊紫榮係睿智、豪氣、幽默、坦然。對於上司，佢會唔聽話、唔服從，所有嘅行為都只係服從於自己嘅良知同對是非嘅判斷。呢個即係徐克而家嘅心態，亦都係今時今日社會最缺乏嘅東西。喺香港電影呢個江湖，徐克身兼導演同監製，而且仲係電影公司老闆。無論邊個崗位，佢嘅影響力都係舉足輕重。以導演嚟講，佢係一個備受推崇嘅風格家，敢於創新；以監製嚟講，佢係強勢監製。另外，佢成立嘅新視覺特技工作室對香港電影貢獻重大。但係要講到徐克對中國電影嘅歷史性貢獻，最重要嘅就係對傳統武俠電影黃飛鴻形象嘅重新塑造。喺徐克同李連杰合作嘅《黃飛鴻》之前，香港電影入邊黃飛鴻呢個題材已經係拍無可拍啦。而香港人對黃飛鴻嘅印象一直都係嗰個精神健旺、不苟言笑、偉岸正直嘅老人家。黃飛鴻或多或少承載住徐克對歷史嘅反思。呢一點喺人物背景同性格設置上邊可以睇得出。13姨留學海外，學貫中西，善良又有主見，寓意係唔理你點樣西化、點樣進步同開放，根都係中國。黃飛鴻一身正氣、開放、包容，呢個形象不單止被符號化，同時有血有肉。徐克版黃飛鴻成功嘅關鍵係武打設計，當中嘅功勞既有袁和平嘅天分，更加係因為徐克天馬行空嘅想像同嘗試。電影入邊最有名嘅佛山無影腳就係徐克獨創嘅。最初呢個招式俾武術行家當成一個笑話，因為正宗嘅洪拳根本冇飛腳嘅動作。但係徐克就係睇中咗呢一種連環飛腿，而且好自信咁聲稱：我嘅電影係拍俾全球幾千萬人睇嘅。於是徐克揾咗袁和平，終於設計咗經典嘅動作效果。黃飛鴻電影嘅問世，標誌住徐克電影新武俠時代嘅來臨。黃飛鴻電影同傳統武俠唔同，佢強調嘅係以民族衝突同個人成長嘅互相結合，構建出一個盛大壯觀嘅江湖世界。
全世界只有中國人有武俠呢樣嘢，而武俠亦都來源自一個好長遠嘅一個背景啦，有千幾年歷史入邊，我哋去用某種方式去表達我哋對我哋生活嘅環境入邊追求一種浪漫嘅一種思維方式。我哋拍電影就係記錄我哋自己故事嘅一個其中一個方式。咁武俠就係記錄緊我哋成長過程入邊一啲好重要嘅文化特色。對於徐克嚟講，江湖世界其實就係一個個複雜嘅社會形態，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牽涉到好多社會嘅元素同條件。正如《笑傲江湖》入邊咁講，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喺徐克嘅江湖裏邊，人係冇辦法匿埋嘅。對於嗰種選擇避世嘅江湖人物嚟講，退隱只係一個願望。與世無爭、笑傲江湖咁樣嘅心態，都反映出徐克自己嘅願望同理想嘅境界。所以武俠係亦都反映緊我哋呢一年代對好多事物嘅睇法，好多對事物嘅價值觀，同埋一啲我哋追求嘅浪漫同夢想。所以武俠係其實係一個好同其他嘅類型電影唔同。喺世界上嚟講，武俠係中國人所特有嘅一種相當獨一無二嘅一種表達嘅方式。所以我覺得，如果拍好武俠片嘅話，亦等於將中國電影拍好咁樣。武俠其實每個人心目中都可以理解成不同的東西，每個男人都有一個武俠的夢啊。不同年齡段的時候，對武俠這兩個字的夢都不一樣。徐克曾經喺訪問中提到，近年比較從中國古代傳統入邊發掘題材，係因為中國傳統有泥土性，而由於古代距離而家好遠，更加俾人浪漫嘅感覺。拍古代嘅人物比較單純原始，而且容易喚起我哋心目中既定嘅印象。曾經同徐克合作過嘅音樂人黃霑覺得徐克要求極其無理，但係佢都認為正正係徐克將佢最好嘅一面發揮咗出嚟。黃霑係少數夠膽批評徐克嘅電影人，佢覺得徐克如果唔係咁反覆多變，成就會更加驚人。徐克呢個有缺陷嘅天才，如果可以改善自己，藝術水準一定可以提升到更高境界。香港著名攝影黃岳泰、剪接麥子善都有同樣嘅諗法，而喺呢啲倒徐人嘅背後，有一個女人就選擇一直默默支持徐克。究竟佢係邊個呢？佢嘅武俠亂世中正邪相爭，愛恨中情志動人，情義合拍徐克，稍後繼續。百年湘江，滄桑巨變，無數奇蹟再次上演。以獨特視角看香港發展，揭秘經典人物背後的故事，探尋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我是慧茹，與您相約香港故事。1984年，徐克幫新藝城影業公司拍戲，而且有好好嘅票房成績，但係就覺得好厭倦。佢覺得新藝城只係肯拍1000萬票房嘅喜劇，但係就唔願意做其他新嘅嘗試啦。為咗可以喺創作上得到最大嘅控制權，徐克就同太太施南生自組公司，取名電影工作室。第一部電影就係由金公主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出錢拍攝嘅《上海之夜》。年輕時候嘅施南生身材高挑，仲生得好靚，一直喺大機構做高級職員。上世紀70年代曾經任職喺無線、港台、佳視同麗的。
80年代成立新藝城，同各路人馬都好熟，做事風格爽快有效率。1978年，徐克遇到施南生，經過同事撮合，兩個人開始正式拍拖。兩夫婦成立電影工作室之後，徐克負責做導演拍戲，施南生就負責拍電影以外嘅融資、發行同宣傳。之後兩個人就一直俾圈內人視為神仙眷屬。80年代初嘅移民潮曾經對徐克帶嚟一啲感情波動，佢覺得好可惜，好似中國人都要走要分手，分下就習慣，甚至好似正常生活咁。一個民族對流浪咁習慣，不斷咁浪跡天涯，我就係憑嗰個感覺去拍《上海之夜》啦。呢部電影有雙重嘅懷舊，一方面追溯30、40年代動亂時代入邊中國人流浪嘅蒼涼身世，另一方面又指向80年代初香港人嘅離散經驗。覺得香港一直以嚟佢嘅，我覺得係特殊嘅地方就係香港人，因為香港人係我哋無論係喺40年代落嚟或者60年代落嚟香港移民落嚟香港嘅人咧，佢哋好強烈一樣嘢就係生命力好強，佢哋嗰個生存嘅能力係一定係比好多地方都強好多倍，所以佢哋嘅適應度、佢哋吸收資訊啊或者佢哋應變嘅機智啊，都好不凡嘅。所以因此嚟講咧，香港人係帶咗一個好特別嘅機智、幽默同埋佢嘅效率。徐克1951年出生喺越南一個華僑大家庭，屋企有好多親戚兄弟姊妹，一共20幾人，每日都過得非常熱鬧。中學階段，徐克搬咗去香港。1964年某一個朝頭早，佢一個人坐車路過香港嘅麗聲戲院，熟悉嘅戲院場景令佢諗翻起帶俾佢無限快樂時光嘅越南。佢落咗車嗰日，戲院早場電影係黑澤明嘅《用心棒》，銀幕上邊嘅電影令到徐克歷久不忘。能夠令人喺睇戲嘅時候感受快樂，係徐克最大嘅心願。呢個亦都係徐克對電影執着嘅初衷。我中意電影係因為佢俾到我一種力量，令我對生命、對自己、對朋友都充滿希望，對自己嘅前途充滿幻想同夢想。我希望可以喺銀幕上表現我嘅感覺，同大家一齊分享。1979年，徐克拍咗個人第一部大銀幕作品《蝶變》。《蝶變》取材自中國武林，但係就有西方未來主義嘅色彩，人物造型中外合璧，幾有創意。全套電影洋溢住對存在主義嘅憂慮，係極具叛逆色彩嘅奇異作品。之後，佢連續推出咗2部電影《地獄無門》同《第一類型危險》，雖然票房平平，但係當中驚慄嘅風格令徐克成為香港電影新浪潮嘅代表之一。創意係我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你令到你嘅作品有帶有強烈嘅自己真正嘅感受。我好多人認為創意一定要同人哋唔同，但係我覺得唔一定嘅。我覺得係每個人嘅成長同佢嘅構成佢個性格啊，同埋佢個背景都好唔同。只要佢真係要相信嗰樣嘢，真去表達嗰樣嘢嘅時候咧，我相信佢自然就會有一定嘅程度嘅創意。徐克嘅電影能夠打動無數觀眾，除咗係才華，更重要嘅都係一個情字。徐克為《上海之夜》安排咗一個預言式嘅結局。電影嘅結尾，男女主角喺矛盾、彷徨、惆悵之後，一齊離開上海，坐火車去到香港過新嘅生活。兩個人走咗之後，鄧仔喺街上邊遇到一個同佢一模一樣嘅鄉下女仔，好似兜咗個圈，鄧仔又翻到佢嘅起點。呢個似乎係徐克對於香港。徐克人生嘅第4部作品《鬼馬智多星》，口碑票房大收。
當中新穎豪華嘅喜劇風格，為佢贏得1981年金馬獎最佳導演。The winner is 徐克先生。之後，徐克嘅最佳拍檔之《女王密令》更加創下3000萬票房嘅紀錄。而《新蜀山劍俠傳》就喺引入荷里活特技專家嘅同時，培訓出一批本土電影特技人，奠定咗日後香港動作特技嘅基礎。無論工作定係生活，徐克同施南生都係喺圈中公認嘅最佳拍檔。徐克不善於交際理財，而喺呢方面相當有能力嘅施南生自然成為佢嘅管家婆，令佢可以更加專心咁創作。喺生活上，施南生中意叫徐克做老爺。為咗做出更好嘅電影，徐克利用佢嘅聲譽同魅力，營造自己嘅神秘形象，表現唔使休息嘅工作能力，更加帶住黑超，留住洋孭鬚，穿梭喺各大電影公司同工作室之間。2007年9月，徐克、施南生再傳婚姻危機。隨後，施南生喺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否認傳聞，兩個人仲一齊出席咗好朋友鐘楚紅老公朱家鼎嘅追思會，粉碎謠言。2008年3月，有媒體爆出徐克同施南生早喺半年前就已經簽咗離婚協議。針對呢件事，徐克喺接受央視藝術人生欄目訪問嘅時候表示，除咗父母之外，施南生就係佢生命中最重要嘅人。一定是不可否認的是施南生，因為他給我看到很多生命裡面一些可能性，而且對自己的一些感情的東西有了很明確的一個認識。而對於分辨傳聞，徐克嘅觀點始終冇變，個人嘅私生活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佢同施南生已經早有默契。唔回應就唔會有新版本啦。雖然兩個人已經秘密離婚，但係依然係工作上嘅好拍檔。施南生仲喺徐克幾部新片入邊擔任監製，邀請明星傾投資，甚至連戲服場景都一一過問，為新片奔波，認真又執着。兩個人從來冇對媒體透露過分手嘅原因，雙方都冇講過對方一句壞話。好多圈中人曾經認為徐克一旦冇咗施南生，日子唔會好過。但係徐克用多部票房口碑雙豐收嘅大片做出咗回應。踏入21世紀，徐克幾部電影表現不如人意。喺對徐克創作力衰退質疑嘅時候，《狄仁傑之通天帝國》出現啦。呢個唔通暗示緊徐克又一次回歸功夫片？江湖恩怨、愛恨情仇、情義合拍，徐克正在繼續。2010年9月，第67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公佈咗主競賽單元嘅名單，電影《狄仁傑之通天帝國》成為華語電影唯一代表。導演徐克帶埋拍檔施南生，主角劉嘉玲、劉德華、李冰冰、鄧超一齊現身。而就喺狄仁傑劇組嚟之前嘅一日，徐克早就到咗電影節嘅現場啦。佢呢個行動嘅目的，只係為咗一個人，究竟係邊個呢？20個鐘頭之後，喺電影節最隆重嘅麗都電影宮，喺全世界影迷注視之下，香港另一位重量級導演吳宇森即將獲得類似人生里程碑嘅獎項——終身成就金獅獎。徐克同吳宇森嘅友誼由來已久，佢哋相識已經有30幾年啦。啱啱認識嘅時候，佢哋嘅事業先至起步。當時徐克仲未拍電影，吳宇森就已經拍咗2部電影啦。當時吳宇森代表嘉禾公司說服徐克去拍嘉禾嘅戲，雖然徐克冇去，但係就同吳宇森做咗好朋友。嗰陣佢哋得閒就去酒吧飲平嘅紅酒，食下煙，講下電影，講下自己對電影嘅夢想。
20世紀80年代初，吳宇森陷於人生低谷，喺粗製濫造嘅喜劇片之中消耗自己。當時已經成立自己電影工作室嘅徐克，慷慨咁將本來打算自己拍嘅劇本讓俾吳宇森。呢個就係影響一代青年、開創港產英雄槍戰片風潮嘅英雄本色啦。最佳導演是《英雄本色》吳宇森先生。几年前呢，徐克拿金马奖的时候，我就很希望上台颁奖是他。我們是惺惺相惜，所以才有英雄本色。吳宇森曾經唔止一次動情咁多謝徐克。當他成為大導演，非常成功的導演的時候，我就沒落了，我就變成票房毒藥。居然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說，我應該要退休了。我那個時候38歲，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很傷心。徐克聽到就很憤怒。那後來他聽到有人對我這麼說的時候，他就在眾人面前說支持我拍《英雄本色》，要把導演讓給我做。然後他來爭取，他來幫我做幕後那個其他的設計啊，找工作人員。然後他就建議我，把我當時的感受，別人怎麼說我心裡面怎麼想的，我想要說什麼，說到戲裡面。我發誓以後都唔會俾人用槍指住我頭。我衰咗3年，我等一個機會，爭翻口氣，唔係要證明話俾人聽我威，只係想話俾人聽我唔見咗嘅嘢，我想自己攞翻。隨住《英雄本色》創造香港有史以嚟最高票房紀錄，徐克就打鐵趁熱想開拍續集。吳宇森就唔想咁急功近利，於是徐克乾脆叫倪匡將吳宇森嘅原劇本大刀闊斧咁改。小馬哥無啦啦多咗一個孖生細佬。雖然《英雄本色2》票房唔錯，但係吳宇森同徐克喺創作上嘅分歧就越嚟越明顯啦。有一陣子，吳宇森一連提出3個拍片計劃，《喋血雙雄》、《縱橫四海》、《喋血街頭》都俾徐克一一拒絕咗。吳宇森冇戲可以拍，亦都出於對徐克嘅忠誠，唔肯幫其他公司拍。結果一度窮到要揾周潤發借錢，《喋血雙雄》乾脆就由周潤發揾投資，而徐克同電影工作室只係掛名。呢次之後，吳宇森同徐克就正式分開咗。值得一提嘅係，同一般反目必然承受嘅常人唔同。儘管吳宇森同徐克之間嘅隔閡人所共知，但係佢哋就從來冇發表過任何指責對方嘅言辭。相反喺公開嘅場合，佢哋一直彼此表示對對方嘅讚賞同肯定。惺惺相惜嘅佢哋30年啦，始終堅守喺江湖，相望喺江湖。再次返到威尼斯嗰一刻，會場裏邊響起最熱烈嘅掌聲，觀眾都起立鼓掌致敬。老友塔倫天奴已經高呼：我至愛嘅吳宇森！健步走上台嘅，正正就係嗰個永遠帶住燦爛微笑、敦厚嘅吳宇森。徐克行快幾步，握住老友對手，送上自己準備好嘅祝福詞。一段係見證佢哋並肩作戰、青春情誼嘅台詞，《英雄本色》入邊小馬哥嘅一番説話。我要爭一口氣，唔係想證明我好叻，我係想話俾人知，我只想得到我應該得到嘅嘢。徐克回憶起嗰陣嘅心情，講到同吳宇森就好似尋日啱啱認識咁，眨下眼就33年，而且我係同塔倫天奴一齊頒獎，真係好好笑。因為塔倫天奴同我哋嘅關係都好微妙，因為就係我哋2個人嘅電影，令到佢對香港嘅電影產生興趣。今時今日，新武俠時期已經出現疲態。武俠電影曾經係大片嘅不二選擇，但係武俠敘事了無新意，
模式又難有創新。新武俠時期亦都即將成為歷史啦。有人將荷里活嘅 Michael Bay 同徐克比較，話徐克係影像視覺嘅革新者。由徐克引領嘅新武俠電影時代即將進入一個新嘅階段。無論如何，我相信徐克係唔會停止繼續創新嘅步伐。多謝收睇今期香港故事，我係麥潤壽，下期再見。沧海笑，大家對陳可辛嘅印象始終係嗰個戴住圓框眼鏡、灰白飄逸長髮、講嘢好酷嘅香港導演。其實陳可辛出生喺香港，成長於泰國，遊走於荷里活，而家嚟到大陸。雖然佢有多文化嘅成長經歷，但係喺佢嘅電影裏邊，始終將自己睇成非常香港化嘅電影人。就係咁樣一個非常香港化嘅電影人，2013年拍攝咗一部講述內地創業嘅電影《中國合夥人》。好難想像一個嚟自香港嘅導演點樣可以拍到內地上世紀80年代嘅創業故事拍得咁好呢？陳可辛憑住《中國合夥人》唔單止取得高達5億嘅票房，更加得到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成為香港導演第一人，亦都係第一個完成台灣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以及中國電影金雞獎嘅大滿貫導演。電影《中國合夥人》係一個有關失敗者走向成功嘅故事。電影講述上世紀80、90年代3個代表唔同類型嘅青年：土鳖、海歸同憤青。佢哋順應改革開放嘅時代趨勢，成功創辦新夢想英語培訓學校。但係因為理念唔啱，最終都係分道揚鑣。你現在還是個 loser 嗎？我們將改變世界。1、2、3、4。我們這代人最重要的是死纏爛打。滾。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USA? 美國人民需要我。Sorry。喺陳可辛嘅角度，雖然80年代嘅香港同90年代嘅北京並不一樣，但係兩個時代嘅狀態、內在情懷就不乏相似。電影裏邊洋溢住青春同夢想、友誼同背叛、成長同回憶，從音樂、服裝、場景、語言，甚至係每一個情節，都能夠勾起我哋對嗰個激情澎湃嘅時代記憶。中國合夥人裏邊3個角色人物嘅原型，被認為係新東方學校嘅3位始創人。而陳可辛自己就話，鄧超扮演嘅孟曉俊更加似係佢本人嘅縮影。那麼所以變成鄧超這個角色，是我投入最多個人的感情。其實我演的那段就是他在紐約的經歷啊。Water on 12. Yeah, okay. 所以他的小費呢，就要等適應拿了小費之後，他再分給你。You make my life so much easier. Thank you. O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然後那個老女人就叫你過去，你就過去。你過去那老女人身邊呢，她就跟你說，你以後前途無限，這裡頭他們都在這裡陪一輩子。然後他就拿個20塊放你手上，就說沒跟人家講，因為他不能給你，你就拿了那個錢你就鏡頭在你的。1962年，陳可辛出生於香港一個泰國華僑嘅家庭，爸爸陳同文係一位電影編劇。關於爸爸，陳可辛話：我由細到大睇到爸爸每次去香港都係為咗一個夢想，就係做導演，但係就不停咁受到打擊。就算係咁，爸爸依然會好似對待非常好嘅朋友咁，將要拍嘅電影話俾我知。佢講故事嗰種眼神，就算好幾日冇瞓，都依然會好興奮嘅。雖然呢啲諗法最終冇拍成電影，但係正正係受到爸爸嘅影響，令到佢對電影產生咗濃厚嘅興趣。陳可辛13歲嘅時候，陳同文嘅導演夢想最終破碎，帶住全家返到泰國定居。陳可辛話：佢成個中學時代都拒絕講泰文，喺同學之間顯得格格不入。每個禮拜最大嘅盼望就係去唐人街買香港報紙。香港係佢嘅避風港，而美國就係佢嘅精神家園。
5年之後，陳可辛獨自前往美國留學，去追求爸爸未完成嘅電影。中國合夥人入邊不少嘅橋段就係來自佢嗰段經歷。70年代末嘅陳可辛就好似80年代末嘅孟曉俊，唔單止堅信自己會去美國，而且一定會攞到美國身份。那電影星上也沒想好，然後他讓他拿衣服，說小俊有什麼衣服？我那個髮型應該是穿的後期的西裝，說有夢想進大學。其實扯得很遠，我們所有人都覺得完蛋，這要下去怎麼辦？這個頭髮，然後眼鏡在不在？眼鏡在，夸把眼鏡戴上。我說我有書嗎？給我拿本書，也是臨時就不知道為什麼。我說我夾個書，就從那兒開始，哇，非常慌亂。從那兒開始，他繼續走，哇，走過去，導演就不行，就在那個時代廣場哭得不行了。最後那個鏡頭永遠記得。他說就是這個鏡頭，就一下子嘩一下子，他說這個就是小俊，可能他看到自己。因為呢種個人外在環境嘅不斷變化，令到陳可辛一直覺得自己係一個外來者。每次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佢會盡量了解當地嘅遊戲規則，融入或者妥協，沉住氣學習，學識企喺對方嘅角度，培養咗一種自覺融入當地環境嘅能力。呢個係陳可辛多年嚟養成嘅習慣。咁樣嘅身份認同喺陳可辛嘅電影裏邊多多少少都有啲體驗嘅。佢嘅電影都總係離開同翻嚟嘅故事，嗰種漂泊感同異鄉情結揮之不去。陳可辛嘅美國夢只係發咗3年，雖然家境小康，但係喺美國讀電影專業對陳可辛嘅家庭嚟講，仍然係好大嘅負擔。雖然佢入咗電影聞名嘅格蘭代爾大學，但係佢讀嘅竟然係歷史系。80年代初，陳可辛未完成學業就翻嚟香港，直接加入電影行業。嗰陣時，香港經濟逐漸平穩，成個社會進入金碧輝煌嘅暴發戶時期。呢個時候嘅陳可辛，甚至喺香港唔能夠睇雜誌，唔能夠買嘢，睇咩都係老土。20年後嚟到北京嘅陳可辛，睇住鳥巢、巨蛋等等係出名門嘅建築，都覺得似曾相識。陳可辛有一個有趣嘅比喻，佢覺得自己更加似內地嘅80後。從小懷舊嘅陳可辛嚟到內地之後，發現80後係懷舊嘅主力軍。佢最初覺得有啲奇怪，先至得嗰30歲，有咩資格懷舊呢？後嚟佢諗通咗啦。因為80後係成長裏邊嘅中國第一代中產階層，正喺度建立自己嘅價值觀，開始中意同自己有關嘅現實題材。當陳可辛睇到雜誌上邊大 logo 嘅奢侈品逐漸變少，一啲古董車、古董錶慢慢喺80後嘅生活裏邊出現，佢開始揾到一種香港90年代初嘅感覺。佢話嗰個係香港最好嘅時代，係經歷咗暴發戶審美之後，成就咗社會開始磨練出嚟嘅品味。1991年，陳可辛執導佢嘅首部電影《雙城故事》之後，佢同憑住呢套電影獲得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嘅曾志偉一齊聯手創辦 UFO 電影公司，製作一連串主打人民情懷嘅電影，亦都開創咗佢嘅有啲惆悵但係基調明快嘅電影風格。其實年輕導演就肯定是拍身邊的感覺故事，因為你還沒有那麼有經驗，你就不會拍很多很花俏的東西，你只會拍一些比較感覺上的東西。做到大家嘅，我哋唔夾㗎。你根本就想騙我，你根本中意咗佢。嗰段時期，佢唔怕流行嘅動作片、警匪片，亦都唔願意為藝術而藝術，只想製作好貼近生活嘅嘢。喺陳可辛嘅角度，能夠將一個故事講得好溫暖，又有真實感，係令人好興奮嘅事。緊接住1994年，陳可辛拍攝嘅電影《金枝玉葉》喺香港賣座成功，公司希望佢拍續集，但係陳可辛同公司講，如果一定要拍續集，就有一個條件，就係俾佢拍一部細一啲嘅戲。究竟係咩電影令到陳可辛咁着迷想拍呢？
呢部電影嘅名叫《甜蜜蜜》，佢描述咗一對嚟自內地移民到香港嘅男女發生喺兩者之間有關機會得失嘅故事。4個月之後，《甜蜜蜜》史無前例咁大獲成功，破天荒咁贏咗9項香港電影金像獎，創造咗至今都冇人打破嘅紀錄。嗰陣陳可辛32歲。也許我們還會有見面的一天，不是嗎？90年代初，其實整個市場都是武俠片、英雄片，就是黑社會片，所以變成有一個導演在拍愛情片，而這些電影又不是純文藝的，就不是沒有市場的考慮的。結果因為我也本身的電影都非常有市場考慮，也有明星啊等等，觀眾認定好像是我的一個風格。但係好快，陳可辛同曾志偉合組建立嘅電影公司 UFO 遇到經營上嘅困難。公司組建嘅合夥人之間因為理念不同而分道揚鑣。電影《中國合夥人》裏邊，農村嚟嘅土鳖成東青成為咗最後嘅贏家，而有美國血統嘅海歸精英孟堯俊就竟然係二把手。陳可辛話佢偏愛孟曉俊，一個流住精英血液嘅人，但係喺呢個土鳖書寫成功嘅現實裏邊，陳可辛亦都慢慢認識到成東青係歷史嘅選擇。為什麼要上市？成為 No.1。這是什麼？這是智力。你除了帶麻袋裝錢還會什麼？難道你們他媽的認為我這麼做是為我自己嗎？土鳖嘅身段不高，更加能夠忍耐同吃苦，而且更加能夠喺唔應該講嘢嘅時候就唔講。吳小軍，我們來美國幹嘛？陳可辛更加似孟曉俊，孟曉俊乜都咁講，而陳可辛就係病態咁，唔能夠唔講嘢，而且唔能夠唔講真話。呢種人係最倒霉嘅，因為佢將底牌都交晒出嚟。成東青喺演講嘅時候，就係大家中意聽乜就講乜。而家好多企業家一路講住非常激情勵志嘅説話，亦都唔能夠話佢哋喺度呃人。但係謊言嘅最高境界係講到最後，連自己都相信埋。金枝玉葉票房大獲成功之後，香港電視台 TVB 用咗1000萬港幣，一次過同 UFO 購買咗9部影片嘅播映版權。對於現金周轉困難嘅公司嚟講，真係雪中送炭，令到陳可辛喜出望外之餘，公司再唔會為現金煩惱啦。但係曾志偉竟然做咗另外一個決定，用呢一筆錢買樓置業。曾志偉話俾各位合夥人聽，電影企業冇靠電影揾錢，但係最後賺錢嘅嗰啲公司都係靠地產。就算陳可辛私底下已經說服咗其他合夥人，但係入到會議室，當曾志偉提出表決嘅時候，其他人都係舉咗手。UFO 位於九龍塘嘅小洋房，當時總值2000萬。TVB 嘅版權費做咗首期之後，公司喺拍片資金緊絀嘅情況之下，又多咗1000萬銀行貸款。原本每個月5萬嘅行政開支變成10萬月供。嗰段時間，大家都充滿咗好多怨氣。隨住公司俾嘉禾收購，物業亦都以1000萬作價出售。呢一次地產投資慘敗收場。最後大家搬嚟咗大樓嘅時候，陳可辛既冇憤怒，亦都冇唏噓。1998年，陳可辛嚟到世界電影嘅中心荷里活，拍攝咗自己嘅第一部，亦都係唯一一部荷里活嘅電影《情書》。雖然延續咗佢一貫清新文藝嘅風格，但係最終都係敗喺當時外國人所熱衷嘅動作類港片。對於嗰段日子，陳可辛講到去美國發現美國有制度，但係俾香港死板，自己完全冇話語權。
現成嘅劇本、現成嘅演員，拍戲係舒服嘅，朝九晚五啊嘛。面對佢哋嘅業界文化，都唔知道自己應該去揾邊個傾，覺得自己已經無能為力。2000年，陳可辛由荷里活翻嚟香港，成立咗自己嘅電影公司，製作高品質嘅亞洲電影，就係佢嘅目標。佢話同人哋嘅唯一分別就係自己嘅堅持創作力，自己講咗就係啦。由美國翻嚟之後，佢開始喺香港推行泛亞洲策略，仲先後參與製作《春逝》、《三更》同《金雞》等等嘅電影，但係呢啲影片都冇達到預期嘅票房。隨住內地電影市場嘅繁榮，眾多香港導演都去咗內地追求電影夢想，陳可辛亦都成為咗當中嘅一份子。2005年，佢同內地合作拍攝《如果》。内地看电影其实都是看碟，那一年只有那么1、2部戏去戏院看，那1、2部戏呢，肯定就是大的不得了的戏，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不能再重复一个小型的爱情片，你多好看都没用。因为要到内地拍《如果爱》，本来是一个爱情小片，加了歌舞，就变成好像大一点。再拍的时候，其实就想怎么样把这个荧幕，就是大的荧幕再去充满一点，使到观众会觉得我需要在戏院看。那么除了找明星，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这个是一个方法，就是很少就是一个3个那么一线的明星一起在演的戏，但是更重要是你还是得把他那个背景堆大。所以本来拍了以前那个刺马本身也不是一个那么大的片，我就加了很多历史观，当时的那些政治啊什么在后面，使到那个电影更有历史感，那么就变成一个大片。结果那个戏在内地就很成功。你《投名状》拍了，结果没拍到打，其实海外很多观众就觉得不满意，因为其实大家真的看字幕、看文戏的观众，其实还不是主流的观众。因为外国人老实讲看中国人的东西还是看打，那么所以呢就觉得这次真的要拍部打的片了。那找了甄子丹等等这些在市场上包装上在观众来看肯定是一个武打片的东西，但是当然里面也得放回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的诉求。其实每部戏都是因为当时的一些需要而去变，也不是说我就想做一个全能导演，我就要拍这个然后拍那个，永远没有这个想法。呢部有某種創新意味嘅電影，就遭到票房同口碑雙重失敗，亦都遠遠低於陳可辛嘅目標。佢甚至認為呢個係自己所經歷嘅最慘痛嘅一次失敗。陳可辛因此進入咗一段好長時間嘅療傷期。武俠嘅失敗令陳可辛陷入極度自我懷疑。呢一位以活地亞倫為偶像嘅導演，為咗迎合內地嘅大片市場，拍咗6年嘅古裝片同動作片，一直好吃力咁去借嗰啲故事講述自己嘅價值觀。終於喺2011年嘅武俠之後，陳可辛心力交瘁。啱啱嚟到內地拍片嘅時候，陳可辛40歲，佢懷疑一切，內心開始糾結，亦都開始有好多問題過唔到、解答唔到。於是佢用如果愛質疑愛情。用投名狀質疑友情，又喺武俠裏邊質疑親情。當武俠最終受到票房同口碑嘅雙重淪陷嘅時候，陳可辛開始反省，係唔係應該調整一下呢？陳可辛話：佢呢輩子都係一個非常好勝嘅人，雖然表面上唔係，但係內心係。武俠嘅失利差啲令佢放棄，唔知道下一步應該點樣行落去。就喺武俠上演嘅同時，咁啱佢媽媽病重入院。喺武俠上演嗰2、3個星期裏邊，
病情仲不斷惡化。結果佢嘅媽媽喺武俠落畫之前就去世。當時喺病床側邊，陳可辛不停咁同媽媽講：武俠非常之好，非常賣錢，令到佢唔使擔心。回想起嗰段日子，陳可辛講到嗰陣嘅心情都非常痛苦，全靠嚟自家庭嘅溫暖、愛人。一夜之間，46歲嘅陳可辛白髮激增，吳君如二話不說攞咗自己多年嘅存款，仲買埋心愛嘅跑車，將啲錢交俾陳可辛攞去還債。喺吳君如嘅鼓勵之下，陳可辛好快就走出失敗嘅陰影，打造出《門徒》等等多部電影，唔單止贏得業界好評，收益亦都好可觀。陳可辛仲清晒啲債務，而且更加珍惜呢個同自己患難與共嘅女人。25年嘅愛情長跑，陳可辛同吳君如依然恩愛如初。過往唔結婚，永遠拍拖嘅浪漫生活，兩個人之間仍然有講不完嘅話題。陳可辛話：愛情到咗最後就係生活，就係習慣。對於個女，陳可辛無論有幾忙，都會爭取每一晚同佢講故事。除咗童話之外，都會講歷史、講新聞，甚至一啲人為嘅災難。咁由細佢好中意 bedtime stories，咁咪講古仔咯。跟住慢慢講下講下，就覺得唔應該再咁講古仔啦。咁我跟住就會開始同佢講我嘅故事。咁變咗後期咧，我再攞住啲書要同佢。電影都各自有生存嘅空間。陳可辛睇準咗呢個時機，2014年憑住電影《親愛的》繼續拓闊題材領域。2015年2月，佢嘅代表作《甜蜜蜜》首次喺內地公演。陳可辛話：而家係我活得最明白嘅時候。又係碰上中國電影最好嘅時候，所以對未來充滿期待。電影係共鳴，無論係拍大片、戰爭片、古裝片，陳可辛都希望喺戲裏邊能夠帶入一啲自己嘅元素。由陳可辛導演同監製嘅電影被稱為陳可辛製造，中國合夥人令到佢又重新燃起咗對電影嘅熱誠。電影預告片嘅最後提出一個冷靜又發人深省嘅問題：究竟係我哋改變咗世界，定係世界改變咗我哋呢？
事先至係根基。陳可辛話：路走到呢一度係我自然嘅選擇，亦都係被選擇。陳可辛喺大時代嘅不同文化裏邊成長咗啦，又喺大時代嘅格局裏邊不斷重新塑造。雖然有當下嘅辛苦，但係捱過之後回頭睇返，其實係一種浪漫同感動，或者人生不過如此。好啦，感謝收睇今期嘅香港故事，我係麥潤壽，下期再見。